3个台大医科应届毕业生替代役男呢，用因的专业或者时段，会使透过运动等等无共款的课程，甲外人互动，同时会使刺激头壳，保持健康。 三重区公所办理社区长照服务的成果发表会，活动一开始就是由咱林兴玉带阿公阿嬷来进行充满活力的健康舞表演。舞蹈呢，它主要是3个部分啊。第一个是说上肢的运动，那上肢的运动就是举手这样子，那训练上肢的肌力。那再来还有下肢的运动，那就是把膝盖抬起来，还要把这个脚踝抬起来。那最后一个部分是我们要喊口号，因为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喊口号的话，大家可以凝聚这个社区的向心力。 3位摇男拢是这届台大医学系的毕业生，因透过相关的专业为社区时代设计完善的课程。 较被动、较避暑。那么呢，经过这3个月内底呢，甲因带动了后吼，因非常快乐。在这段时间，这个时代拢真快乐，嘛希望因未来会当继续贡献因的专业和社会。